今集嘅中年好聲音4咧就嚟到團戰啦，咁總共咧就會有40強啦，咁會分為係8組，每組咧就有5個人嘅，咁佢哋就係各自係去自己揀歌繼而入組咁樣嘅，而後台咧就會有3個導師就去選人嘅，咁而3個導師咧佢哋每人可以拍燈3次啦，咁而每一個被佢拍燈嘅人咧就可以有免死金牌，而嗰一組嘅分數咧就會額外加1分咁樣嘅。而最低分嗰一隊呢，就將會係淘汰2個人嘅，而最低分第2、第3隊嘅話呢，就各自係淘汰1個人。換言之，今次呢一個團戰呢，總共將會係淘汰4個人嘅。今次有3位導師，分別就有張家明 Kelvin Sir、布志倫布 Sir 同埋高少華尹老師嘅。咁布志倫呢就普遍多啲人熟悉啦，咁佢本身係歌手啦，亦都有幫過唔同嘅比賽做導師嘅。咁而 Kelvin Sir 呢，亦都有部分人可能會知道㗎，咁佢就係教歌唱界嘅 KOL 啦。咁而尹老師呢，就係和音女王，係歌唱學院嘅校長。咁除咗導師之外啦，咁亦都有評審，而評審同之前都一樣啦，有肥媽、周國峰、張佳添、海怡同埋谷亞薇嘅。咁講一講啦，分別係邊8首歌啦，同埋每一首歌係分別有邊5個組員啦。咁第一首歌呢，就係到此為止嘅，咁組員就係有蔡密哲啦、企鵝人啦、黃卓樂啦、鄭家星同埋麥曉東嘅。而第二首歌呢，就係呼吸有害嘅，林靜芝啦、黃毅輝啦、羅陽、馬浩兒同埋卓悠燕嘅。第三首就係手放開，就係有游淑晴、吳亦偉、袁帥、白楊君、陳玉培。第四首就係最佳損友朗尼、蔡文區、獅子王、白眉、謝晃益。第5首 Crystal、陳日璇、可嵐、鄭仲豪、高巴、錢偉豪。第6首情人知己莫換基、貓女郎、黎若雪、許雲妮、許美琪。第7首沒那麼簡單，尹景輝、梁旭坤、雷小雷、唯一、大毅。第8首講不出聲，范子睿、豬豬、楊家龍、彭子嘉同埋周遊格嘅。頭先講過啦，導師喺比賽嘅當中呢，係可以撳3次燈，係優先揀3個隊員呢入佢組嘅。咁而家講講啦，咁Kelvin Sir 呢就係揀咗吳亦偉、許雲妮同埋大毅嘅，而布 Sir 呢就係揀咗游淑晴、鄭仲豪、雷小雷，而尹老師呢就揀咗蔡密哲、袁帥同埋豬豬嘅。總結一下今日團戰嘅結果啦，咁第一隊呢就係到此為止嘅88分啦，呼吸有害就77分啦，手放開85分，最佳損友92分 ，Crystal 係86分，情人知己係84分，沒那麼簡單就92分，講不出聲就82分嘅。換言之呢，最低分嘅就係呼吸有害嘅77分，咁就係淘汰咗2個人嘅，咁分別就係羅陽同埋林靜芝。咁而第2低分嘅呢，就係講不出聲82分嘅，咁就係淘汰咗周遊格嘅。跟住最低分嘅第3個呢，就係情人知己嘅84分，咁就係淘汰咗莫換基嘅。總結完團戰嘅情況啦，咁淘汰咗4個啦，即係換言之剩翻36個就入到下一 round 嘅導師賽。咁我而家呢，就嘗試用塔羅去預測一下佢哋嚟緊會點樣啊！唱到此為止嘅5個呢，分別就係有鄭家星、企鵝人、蔡密哲、麥曉東、黃卓樂，咁佢哋都係順利晉級嘅。鄭家星嘅塔羅呢，就係聖杯騎士，企鵝人呢，就係聖杯國王，蔡密哲嘅呢，就係太陽，麥曉東嘅呢，就係聖杯3，黃卓樂呢，就係錢幣1嘅。睇個塔羅預測呢，我會覺得嚟緊蔡密哲同埋企鵝人呢會係提高一線啦。咁蔡密哲事實上佢都已經俾導師揀咗入組添啦。我覺得佢會越嚟越出眾咯，係啦，會開始多人會留意到佢一路嗰個進步啊，或者佢嗰個發揮嘅空間會越嚟越大，越嚟越好啦。咁而企鵝人亦都會一貫嘅好評啦，都係話佢其實可能唱歌嘅感情啊各樣嘢，佢唔會賣弄技巧，而佢個感情係已經係個優勢，好令人哋投入到啊各樣嘢咁樣咯，所以佢會係聖杯國王啦。
咁至於鄭家星嚟講咧，可能佢嘅感情嗰度咧就未及阿企鵝人咁樣，可能仲會爭啲，咁可能仲要嘗試去落啲苦功啦，或者有陣時佢可能亦都未必話好穩定啊。咁而阿麥曉東嚟講咧，唔排除佢嚟緊喺合作嘅時候，導師賽嘅時候，可能有啲三人組嘅配合，會亦都有可能係一啲輕快啲嘅歌，或者係快，甚至乎係快歌，而令到個氣氛係可以會突出到佢自己嘅表現咯。咁而阿黃卓樂嚟講咧，佢都好穩定嘅，係啦，實力派嘅。咁嚟緊一路應該嗰個都會開始陸陸續續睇到佢再一啲唔同嘅新方向都唔定嘅。咁睇下佢入咗導師賽裡面個發揮會係點樣啦。跟住到唱呼吸有害嘅，咁可惜佢哋今日係最低分，所以咧就林靜芝同埋羅陽咧就被 foul 咗啦。咁就剩翻阿黃毅輝、卓遊燕同埋馬浩兒嘅。咁而佢哋塔羅牌咧分別嘅次序就係命運之輪啦、權杖六同埋戰車嘅。睇翻三個嘅塔羅牌啦，卓遊燕呢就係相對地係睇高一線嘅。咁權杖六咧，佢其實已經係打勝仗翻嚟啦，得到好多人嘅認同啦，好多掌聲啦，好多支持者咁樣嘅。咁而阿馬浩兒嚟講咧，佢就係出征打仗。好有信心咁樣嘅，不過就係佢嘅車頭兩隻獅子咧，就似乎一個向左走，一個向右走，咁你變咗相對地嗰個究竟勝算大唔大咧？就要好睇佢究竟最終佢攞唔攞得定個方向啦。換言之，可能佢嚟緊導師嗰度會唔會幫到佢，可以令到佢提升到啊，或者去究竟對準邊一個方向，令到佢嗰個水準發揮得更加理想咁樣咯。咁而阿黃毅輝咧，佢就可能喺音樂方面咧，佢都會有學過唔同嘅嘢啦。但係可惜咧，就似乎佢棘咗喺度，就未係每一樣嘢都可以發揮得到更好，或者係某一方面可以針對性，可以將佢嗰個發揮個水準更加理想嘅。咁所以亦都係睇下佢導師賽嘅時候，可唔可以有導師幫到佢啦？如果唔係，佢可能嗰個跌落去危險區嘅機會都會好大咯。跟住係唱手放開嘅五個，之前全部都係攞五燈直接晉級嘅。咁有元帥、吳奕偉、游淑晴、陳旭培、白楊君，咁佢哋呢一次咧亦都係順利晉級嘅。咁而塔羅咧就係分別有錢幣九、聖杯國王、聖杯一、正義牌同埋力量嘅。睇翻塔羅嚟講咧，五個分別咧就似乎係白楊君同埋陳旭培咧係會提高一線，兩個都揸大牌嘅。其次就係吳奕偉、元帥同埋游淑晴啦。咁白楊君嚟講咧，因為佢揸住力量啦，似乎佢開始掌握到究竟佢點樣去選歌啦，或者喺嗰首歌裏面究竟佢嗰個鋪排係點樣咧？佢點樣用佢嘅聲可以發揮得最好咯？將佢嗰個優點，亦都減低佢個問題出現嘅。佢嘅信心似乎都越嚟越強嘅。咁而阿陳旭培嚟講啦，咁佢喺唱歌方面，佢似乎都已經有一段時間，亦都有個經驗啦。相對地，佢付出咗嘅嚟緊應該嗰個收穫啊，得到嘅回報啊，或者嗰個相對地佢自己點樣可以發揮得更好咧？佢自己可以好肯定，可以掌握得更加好嘅。咁而吳奕偉嚟講啦，咁佢本身一向如果以佢自己之前幾次嗰個表現啦，都睇到佢譬如整體個歌啊，無論慢歌快歌，佢嗰個發揮啊，佢融入去個歌嗰度投入咧，都掌握得好好嘅。無論佢自己嘅投入程度啊，佢令到觀眾聽落去嗰個投入程度啊，都會好好嘅。咁嚟緊佢應該呢個都會可以保持到水準嘅。而元帥嚟講咧，佢都好有個人嘅風格嘅，佢亦都好享受佢每一次唱歌嗰個，你做觀眾聽落去咧，都係好舒服，好享受到佢嗰個表演嘅。咁而今次仲有一個就係游淑晴啦。今次因為五個當中得佢一個女仔啊，明顯嗰個襯托咗佢嗰個表現，似乎對比之前亦都係
進步咗好多嘅。咁而佢個感情方面啊，似乎發揮得更加好。嚟緊佢應該可以再慢慢更加會有個進步空間咁樣咯。今集最高分嘅最佳損友啦，咁就5個順利晉級啦。咁分別就係有蔡文區、朗尼、白眉鷹王、獅子王同埋謝訪益嘅。咁而順序咧，佢哋嘅塔羅咧就係寶劍6啦、權杖2啦、聖杯2啦、權杖國王啦，同埋寶劍嘅使者㗎。睇翻5張塔羅嚟講咧，相對地睇高一線嘅咧就會獅子王同埋謝訪益嘅，而比較危險少少嘅咧就會係蔡文區嘅。睇翻啦，咁獅子王嚟講咧，其實佢喺呢一方面咧，佢都好有信心啊，好有熱情啊，亦都係不停係進步中嘅。咁而謝訪益嚟講咧，佢亦都個人係比較行動力係好快，亦都好有求知欲，好有熱情。所以如果譬如佢試唔同嘅歌，如果佢掌握得好嘅話咧，佢個進步空間都大嘅。而白眉鷹王嚟講咧，佢相對地嚟緊喺如果譬如合唱方面咧，佢應該嗰個都會幾理想嘅，係啦，最緊要嗰個感情啊，各樣嘢同對方嗰個合拍程度係會掌握得幾好嘅。至於朗尼嚟講咧，其實佢個發展空間係可以再遠啲嘅。咁睇下佢嚟緊歌路方面啊，或者合作方面，或者導師方面，睇下可以點樣令到佢可以即係再走遠啲咁樣咯。不過蔡文區嚟講咧，就似乎有少少危乎啦。咁就睇下佢可唔可以渡過到個危險。跟住到唱 Crystal 嘅5位啦，都係順利可以晉級嘅。咁分別係有錢偉豪啦、可南啦、科亞高巴啦、陳日璇同埋鄭仲豪嘅。咁而鄭仲豪咧就優先係俾導師已經揀咗入去噶啦，阿寶 Sir。咁而佢哋塔羅分別咧就會係順序錢幣4、寶劍7、節制、聖杯3同埋錢幣5嘅。睇翻塔羅牌咧，喺呢一組嚟講咧，就科亞高巴咧係會睇高一線嘅。因為唯一佢係有一張大牌啦，咁佢個節制嚟講，我會覺得佢憑佢嘅經驗啦，佢可以喺唱歌方面，無論佢嘅感情啊，佢嘅技巧上咧，佢可以攞到一個好好嘅平衡，變咗令聽歌嘅人咧係會覺得係好舒服，好有治癒性，亦都好容易係投入到去唱歌去表達個情感。咁第二個咧就會係陳日璇啦，咁佢亦都以前係歌手啦，咁變咗可以佢嚟緊。佢喺合作方面咧，應該會係同其他嘅拍檔合作得幾愉快，亦都攞到一個幾好嘅效果，或者分數亦都會高嘅，咁所以變咗就大家都會值得高興啦，到時。其次就到鄭仲豪啦，佢本身把聲咧就沙沙地啊，咁佢主力唱 walk 啦。如果我覺得佢嚟緊喺導師賽嘅時候同其他人合作，最好都係針對佢佢唱開嘅歌路啦。而佢合作嘅人咧，最好都係同佢同一類嘅歌路，咁變咗就可以大家係拍住一個效果會相得益彰咯。相反地，我就覺得佢唔好去轉其他嘅歌路，改變太大，反而就可能會有風險。至於錢偉豪咧，佢就會比較平穩嘅，但係平穩有一個好有個唔好啦，就係如果譬如嚟緊，因為你不停都會係再有淘汰嘅，如果譬如你冇進步嘅話咧，可能就會有淘汰嘅風險，咁呢一個佢要留意一下啦。至於可南嚟講咧，其實佢本身之前做過歌手，佢都有佢嘅武器喺手嘅，但係唔知點解佢就似乎好似喺呢個比賽裏面可能就未發揮得太好啊，可能用唔到佢自己嘅所長啊，咁希望睇下佢嚟緊入導師賽嘅時候會唔會可以揾翻佢自己嗰個技巧，可以發揮得更加好咯。如果唔係佢都會有風險可能會被淘汰。
情人知己呢一組咧，莫換姬咧就係被淘汰咗嘅，咁剩翻呢，就係黎若雪、許雲妮、貓女郎同埋許眉琪嘅。咁至於塔羅嚟講咧，分別就係抽咗係權杖國王、塔牌、呢個寶劍侍者，跟住就係寶劍九嘅。抽到大牌嘅咧就係許雲妮啦，本身應該提高一線嘅，不過佢抽到個塔牌咧，咁就有好有唔好啦。嗱嚟緊，我估計佢可能會有大突破去嘗試嘅。咁呢一個自己要小心啦。如果譬如佢突破成功，當然咁佢嗰個就會再更上一層樓啦。但係如果譬如佢一有啲咩差池失手嘅時候，就可能會個分數就跌翻落去。咁呢個要小心啲啦。咁另外就係黎若雪啦，黎若雪嘅牌咧就係權杖國王啦。佢喺唱歌呢方面咧，其實佢好有自信，好有佢自己一團火喺呢方面嘅。咁佢自己都唱咗歌一段時間啦，咁所以佢一路嘅成長。咁嚟緊入導師賽嘅時候，有機會佢嗰個進步空間會再大啲嘅。咁至於貓女郎嚟講啦，其實佢都會有好多冒險精神啊！佢亦都好想嘗試更加多嘅發展咁樣嘅。咁如果嚟緊入返導師賽嘅時候咧，咁如果佢掌握得好嘅，佢亦都有一個進步空間喺度嘅。至於喺呢一個群組裡面嚟講咧，就似乎係許眉琪咧就可能會危險啲啦。咁因為相對地佢係抽到寶劍九嘅，咁如果萬一真係佢下次嗰個表現唔係太好嘅時候咧，有機會佢會有個風險係被淘汰啦。跟住就係沒那麼簡單呢一組啦，咁5個都係強人啦。咁睇翻佢哋啲牌咧，基本上就咁一立落去，應該都下 round 都好穩陣嘅啦。只不過如果你話睇高一線咧，似乎暫時就可能係雷小雷喎。咁佢就抽到愚人牌嘅呢個大牌啦。如果你話愚人牌嚟講，我會覺得其實佢都會幾敢去挑戰可能唔同嘅歌路啊，或者一啲高難度嘅歌，而佢亦都係可以控制到，佢好有自信嘅，係啦。不過就都係要小心啦，因為始終嚟緊可能每一 round 嗰個開始個分數啊，或者個淘汰啊各樣嘢，咁要留意翻，要喺翻自己個可控範圍咯。係啦，咁其次跟住就會係到大藝啦，咁佢就係權杖3，咁其實佢個發展空間都好大嘅，係可以行到好遠嘅，好明顯係啦。咁一路佢個進步空間啊，每一次都會睇到係有唔同嘅。尹景順嚟講啦，同頭先貓女郎都係一樣啦。咁其實佢都係好有自己嘅風格，好有自己嘅諗法。佢亦都會好想去嘗試更加多嘅嘢嘅。咁而佢嘅技巧嚟講咧，亦都可以做得到嘅。係啦，咁如果嚟緊應該都仲有進步空間可以去上升嘅。咁而唯一嚟講咧，咁佢嗰個聖杯10，咁佢本身佢唱歌嚟講嗰個感情啊、表達啊各樣嘢都令到人哋係好投入佢首歌。雖然佢可能佢譬如好似大家言語不通啊，但係譬如好似啱今次咁，佢唱國語歌，就算佢咬字唔正啊，或者可能中間有啲佢唔記得咗歌詞，佢掠過，你依然都係可以好繼續陶醉喺嗰首歌嘅。咁呢個係佢嘅優點嚟嘅，佢嘅感情啊各樣嘢，就算嗰個即係歌詞佢大家領略唔到唔同語言，佢一樣都令到人哋係可以聽得好舒服，好投入到佢首歌嘅。咁所以嚟緊佢都應該可以繼續，仲有一段路行咁樣嘅。咁而梁旭坤啊，咁其實佢都會好 enjoy 佢自己嘅每一次嗰個過程啊。佢亦都好有佢嘅實力，有佢自己嘅風格去表現嘅。咁呢一個嚟緊佢應該，因為佢如果錢幣9，其實佢仲有少少空間，其實即係基本上都接近圓滿，係可以更加 perfect 嘅。到最後一對啦，咁係講不出聲啦，咁就周遊格咧就係淘汰咗嘅，咁就係剩翻彭子嘉啦、楊家龍啦、樊子睿啦同埋豬豬嘅。咁而塔羅牌咧分別就係抽咗呢一個係寶劍6、寶劍侍者、寶劍7
同埋權杖三嘅。好啦，咁睇翻塔羅嚟講咧，睇高一線嘅就會係阿豬豬啦，同埋楊家龍啦。咁豬豬咧就係權杖三啦。咁其實佢一路嗰個進步都好明顯嘅，其實佢都 keep 住係4燈5燈啦。咁嚟緊佢而家嗰個進步空間咧，應該仲會再有嘅嚇。咁佢條路應該可以發展再向前行一段路，應該冇咁快會係西走嘅，係啦。咁至於楊家龍咧，好得意，今次抽塔羅有好多個都抽到呢個係寶劍使者嘅。咁其實相對地咧，佢哋都會係有一個係準備我 ready 去 fighting， 去希望可以攞到更加好。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嘅諗法，喺佢哋有好強嘅意志，去希望喺呢一方面去嘗試去學多啲啊，去嘗試去突破自己啊，希望可以攞到更加好嘅成績啊，咁樣，咁變咗佢哋嘅意志上係好強咧。其實佢哋如果入到去導師賽嘅時候，個導師係真係可以帶到佢哋揾到啱方向咧，其實嗰個進步空間係可以更加大嘅，係啦。咁另外咧，如果比較風險大啲嘅咧，就相對地就會係彭子嘉同埋范子睿啦。咁兩個都寶劍啦，一個就寶劍6，一個寶劍7啦。咁寶劍6嚟講咧，就係彭子嘉啦。咁其實佢都似乎唔係太穩定，係啦。咁要睇下嚟緊佢自己跟住嗰啲比賽當中，佢保唔保持到個水準，可以穩定到啦。呢個就要靠佢自己個意志啊，或者佢自己去掌握嗰首歌嗰度啊，或者個合作性 O 唔 OK 啦。如果唔係咧，咁就可能真係佢變咗唔係過渡到而可以穩定翻，而係調轉佢係真係可能要離開啦。咁至於范子睿嚟講咧，咁佢同樣地啦，頭先都有人係抽過係寶劍7嘅，同樣地其實佢可能佢都有好多唔同嘅武器，佢係識嘅，但係問題佢未必掌握到所有，變咗佢可能萬一佢譬如佢唱嗰首歌或者佢合作各樣嘢，佢未必掌握得好嘅時候咧，咁可能佢就會相對地比其他人係冇咁着數啦。因為講緊而家已經係入到36強啦，喺評審裏面咧，佢哋比分亦都會嚴格啲噶啦。咁如果譬如你有失誤或者相對地嗰個表現係冇其他咁好嘅時候咧，咁佢就好大機會係會有被淘汰嘅風險咯。好啦，今集傾到呢一度啦，咁走之前提一提大家，如果未訂閱嘅，記得撳訂閱，撳埋鐘仔，咁多多支持，讚好、留言、分享，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